其實近年咧，北上消費咧成為熱潮，甚至咧出現咧內地買餸潮。深圳嘅商家咧亦都係展開好激烈嘅搶客戰。2024年底咧，蓮塘口岸附近咧就開設咗一個專以港人為客路嘅街市。有香港嘅市民咧亦都表示咧，兩地街市價格咧嘅產品相差可以達幾成至到1倍。北上購物嘅熱潮咧，對於香港本地市場咧係造成咗唔少嘅衝擊。唔少嘅街市檔主坦言咧，市道差，人流減。為此咧，本人提出3個建議，供局方咧去考慮。當局咧必須咧喺街市政策上與時並進，並希望咧可以考慮用一啲新嘅租務方式，譬如話參考我哋部分咧私營商場嘅做法，運用租金分成嘅方式，以較低嘅底租加上利潤分成咧，從而去改善商販嘅經營環境，提高競爭力。嗱，當局咧亦都可以咧採取更加彈性嘅方法咧，去處理一啲長期空置嘅攤檔嘅問題，例如讓一啲空置嘅攤檔咧，可以以月租甚至乎為日租嘅形式咧去經營，即係所謂嘅快閃店 pop-up store。第二啦，而家嘅公共街市咧仍然係以傳統嘅模式去管理，就未必能夠應付新嘅變化啦。我認為咧，當局咧必須係要有求變嘅思維，由管理嘅思維轉係營運嘅思維，甚至乎咧係可以考慮增加街市數目俾私人營辦商去營運，貼近市場嘅需要。第三，其實街市嘅熟食中心同美食廣場咧一向都係民生所需，當然熟食中心亦都係好多居民嘅聚腳地，好多時候咧亦都可以吸引到好多嘅旅客，所以咧希望在此特區政府同埋當局咧會再一次考慮喺新建嘅街市咧能夠有返呢個熟食中心，增加街市嘅盈利嘅能力。